景观有几间农会抢一部生，要来赚肉粽钱。专门来种黄金米的农会是推出着黄金米粽，含量6万粒，半点钟久就互注文了了。另外出产着金钻往来的农会是甲往来摕来做肉粽啊，这种会当解忧愁的肉粽，我那真抢吃。 下晝8點，农会电会一直咧讲，上班的人电会是接甲手会酸，啊那卡来的人全部拢是为着要订买农会推出的高丽节黄金粽。你想要订偌济？100个。一个囝都拢秒杀伊啊！所以你今仔日8点你就来啊？帮人家订的。都是帮人家订的就对了。电话打不通。电话卡袂通，直接冲到农会亲身写订单，会遮尔赶迫，就是惊当作上班总脑损。那个收单的不要再接了，8万超过。才开放半点钟，出门的6万粒都已经互订了。农会倒尾被配办国协，会遮尔出奇，就是因为农会使用西丽黄金米加自比对白的黄金粽，内底也是土豆香菇、国产猪肉，传统的口味人气上喜欢。黄金肉粽真手吃，这一间农会卖肉粽嘛随红烧了了，五个米包粽，佮有莲子2层含土豆，其中这块黄金金佮酸甜的，就是拿来向在地生产的内容17号金钻往来。全台湾唯一有包入水果的粽子哈，那凤梨呢有旺旺来哈，旺旺来吃的这个粽子不但包装，还可以解油腻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哈。第五日节佮剩1个外亏。各地农会开始伫咧把家己研发的特色肉粽，因使用在地农产，自产自销，佮含量，卡手慢吞就买不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